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11日，做伙来读历代志上卷第1章到第4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章，亚当、赛德、以拿苏、该南、马勒列、亚勒、以诺、马托、撒拉、达别、拿阿、闪、含、雅弗。雅弗的后代有哥灭、马国、马太、雅完、托巴、米色、提拉。哥灭的后代有阿斯基那、利法、多加玛。雅完的后代有伊丽莎、哈西、基特人、罗德人。含的后代有古实、埃及、弗、迦南。古实的后代有西巴、哈菲拉、萨弗他、拉玛、萨弗提加。拉玛的后代有示巴、底泰。古实阁生宁录，伊是世间第一个勇士。埃及生罗底人、阿那比人、利哈比人、拿弗托希人、帕苏罗西人、加苏罗希人、加菲托人。菲利士人是这族的后代。迦南生大囝西顿甲赫人。亚布斯人、阿摩利人、吉加撒人、希比人、阿基人、西尼人、阿瓦底人、西马里人甲哈马人。闪的后代有伊兰、阿述、阿法萨、罗德、阿兰、欧苏、霍勒、基帖、米色。阿法萨生撒拉，撒拉生希别，希别生2个囝，一个叫做法勒，因为伫伊的时代人分散伫逐所在徛起。法勒的小弟叫做约坦，约坦生阿摩达、沙勒、哈萨马菲、亚拉、哈多兰、欧萨、德拉、俄巴洛、阿比马利、示巴、俄菲、哈菲拉、约伯。这个拢是约坦的后代。闪、阿法萨、撒拉、希别、法勒、南俄、谢洛、拿霍、塔拉、阿伯兰。阿伯兰就是阿伯拉罕。阿伯拉罕的后代有以撒、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的后代记伫下面。以实玛利的后代有大囝尼拜约、
阁有基达、阿德伯、BB3、米西玛、朵玛、玛萨、哈台、提玛、伊突、纳菲斯、基迪玛，这个拢是伊斯玛利的囝。阿伯拉罕的细姨基托拉所生的囝有心兰、约山、比丹、米登、伊西巴、甲苏阿。约山的囝有示巴甲底丹，米登的囝有以法、以弗、以诺、阿比台、以勒台，这个拢是基托拉的子孙。阿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的囝有以扫甲以色列，以扫的囝有以利法、劳尼、亚欧斯、亚兰、科拉。以利法的囝有铁曼、俄莫、谢婆、加丹、基纳苏、廷纳甲阿玛勒。流尼的囝有拿合、谢拉、沙玛甲米萨。谢尼的囝有罗坦、索巴、这边、安娜、底孙、以察、第三。罗坦的囝有何利、希曼。罗坦的小妹是廷纳。索巴的囝有阿勒文、马拉哈、伊巴罗、喜坡、俄兰。这边的囝有艾阿甲安娜。安娜的囝有底孙，底孙的囝有希坦、伊士班、埃兰、基兰。以察的囝有伯罕、撒欢、阿干。第三的囝有欧苏甲阿兰。以色列人还未有君王统治的时，以东地区的诸王有比尼的囝比拉，伊的京城叫做丁哈巴。比拉死了，波斯人谢拉的囝约巴续接伊做王。约巴死，提曼地的人何山续接伊做王。何山死，比达的囝哈达续接伊做王。伊伫摩押地区弹赢米甸人，伊的城叫做阿比德。哈达死，马苏里加人松拉续接伊做王。松拉死，以法列底河的利赫贝人索罗续接伊做王。索罗死，阿吉坡的囝巴勒哈南续接伊做王。巴勒哈南死，哈达续接伊做王。伊的城叫做巴乌。伊的某叫做比希他别，是比撒哈的查某孙。马德勒的查某囝。哈达死了后，以东的族长丁纳、阿列瓦、亚蝶、
阿哈利巴马、伊拉、比卢、基纳苏、提曼、米比萨、马基帖、甲伊兰，这个拢是以东的族长。第二章，以色列的囝有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、但、约瑟、便雅悯、拿弗他利、迦得、阿瑟。犹大的囝有尼、俄兰、示拉，这三个是迦南的女子巴苏亚生的。犹大的大囝尼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上主就予伊死。犹大的新妇塔玛甲伊生法勒斯甲舍拉，这五个是犹大的囝。法勒斯的囝有希斯伦甲哈伯勒，舍拉有五个囝：心利、以坦、希曼、加国甲大拉。加米的囝阿干摕应该着毁灭的赠礼品，连累以色列人。以坦的囝是阿撒利亚。以斯伦所生的囝有亚拉伯、兰甲加勒。兰生阿比拿达，阿比拿达生拿顺，拿顺做犹大人的领袖。拿顺生撒文，撒文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比德，俄比德生亚西，亚西生大囝以利亚，第二囝阿比拿达，第三囝示比亚，第四囝拿坦业，第五囝拿代，第六囝俄闪，第七囝大毕。因的姊妹是谢罗亚甲艾比该。谢罗亚有三个囝：阿比苏、约押甲阿撒赫。艾比该生阿玛撒，阿玛撒的老爸是以实玛利人的帖。以斯伦的囝加勒娶阿索巴，嘛叫做亚略的女子做某，生亚瑟、索巴、阿顿。阿索巴死了后，加勒搁娶以法他，生何尼，何尼生乌利，乌利生比萨勒。后来，以斯伦60岁，娶基列的开拓者马吉的查某囝做某，生苏甲，西甲生埃尼，埃尼伫基列地有23个城。后来，基述甲阿兰征服哈俄德、埃尼，以及基列甲附近的庄舍，拢总60个城。这些居民拢是基列的开拓者马吉的后代。以斯伦伫加勒以法他死了后，伊的某阿比亚甲伊生阿西户，就是提古阿城的开拓者。以斯伦的大囝亚拉伯是大囝兰，佮是布拿。
阿莲、阿闪、阿希亚，也来要搁娶阿塔拉做某生乌兰，也来要下大囝兰有下囝有马苏、雅敏甲伊格，乌兰下囝有沙麦甲雅代，沙麦下囝有拿达甲阿比苏，阿比苏娶阿比海做某，生阿班甲摩利，哈达下囝有谢勒甲阿本，谢勒无囝就死，阿本的囝是伊时，伊时的囝是时山，时山的囝是阿来，沙麦的小弟雅代的囝有下帖甲约拿单，下帖无囝就死，约拿单的囝有比勒甲撒撒，这个拢是亚拉伯的后代。时山无后生，只有查某囝。时山有一个仆人叫做亚哈，是埃及人。时山将伊的查某囝互仆人亚哈做某，因生一个囝叫做阿泰。阿泰生拿单，拿单是撒巴，撒巴生伊弗拉，伊弗拉是俄比德，俄比德是亚胡，亚胡是阿撒利亚，阿撒利亚是希利斯，希利斯是伊利阿撒，伊利阿撒是谢苏麦，谢苏麦是撒龙，撒龙是亚加比纳，亚加比亚是伊利沙玛，亚拉伯的小弟加勒的大囝叫做米沙，米沙是西弗，西弗是马里沙，马里沙是希伯伦，希伯伦的囝有科拉、塔波阿、利金甲西马，西马是拉哈的老爸，约甘的阿公，利金是沙麦，沙麦是马魂，马魂是白索的老爸。加勒的细姨伊法是哈兰、摩萨、加沙，哈兰是加沙。雅代的囝有利根、约坦、基山、比勒、伊法甲沙阿弗。加勒另外一个姓姨马加是西伯、德哈纳，马加阁是沙阿弗甲西法。沙阿弗是美马那城的开拓者，西法是瓦比那城甲基比亚城的开拓者。加勒的查某囝叫做阿萨，下面这个嘛是加勒的后代。互你的囝有索巴、沙马、哈勒，索巴开拓基勒亚林城，沙马开拓伯利恒城，哈勒开拓伯加德城。基勒亚林城的
开拓者是索巴斯哈勒伊，哈勒伊就是米罗哈地区一半居民的祖先，嘛是住伫基列亚林遐的宗族以帖人、布特人、索马人、米莱人的祖先。索拉人甲伊什德人是遮个宗族的后代。伯利恒城的开拓者是撒马，是尼托人甲阿塔略伯约押人的祖先，嘛是伫马纳哈的索里族的祖先。特拉人是米亚人，苏格人是抄写文件的人的祖先。因住伫雅比斯城，因拢是基尼人，是利甲族的祖先，哈末的后代。第三章，大卫伫希伯伦生的囝记伫下面。大囝暗伦，老母是亚述的人阿希暖。第二囝但以理，老母是加比人艾比该。第三囝押沙龙，老母是基述王达麦的查某囝玛加。第四囝阿多尼亚，老母是哈吉。第五囝是法提亚，老母是阿比他。第六囝以特念是大卫的某以吉拉生的。这六个拢是大卫伫希伯伦生的。伊伫遐做王7年6月日久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3年。大卫伫耶路撒冷有生沙摩亚、索巴、拿单、所罗门，这四个是阿米利的查某囝巴西巴生的，阁有会合、伊利苏亚、伊利法列、纳加、尼菲、亚菲亚、伊利沙玛、伊利亚代、伊利法列，共9个。这个拢是大卫的囝，以外还有嫔妃的囝，他玛是因的姊妹。所罗门的囝是罗伯安，罗伯安的囝是阿比亚，阿比亚的囝是阿撒，阿撒的囝是约沙法，约沙法的囝是约兰，约兰的囝是阿哈谢，阿哈谢的囝是约阿斯，约阿斯的囝是阿玛谢，阿玛谢的囝是欧西亚，欧西亚的囝是约坦，约坦的囝是阿哈苏，阿哈苏的囝是以西加，以西加的囝是马拉西，马拉西的囝是阿文，阿文的囝是约西亚，约西亚的囝大个是约哈兰，第二个是约雅敬，第三个是谢底加，第四个是沙龙。约雅敬有2个囝，约拿君甲谢底加。下面是狩猎去巴比伦的约雅君的后代。伊的囝有
撒拉帖、马基兰、比代亚、希那撒、亚加米亚、何沙玛、甲尼代比亚。比代亚有2个囝，索罗巴别甲示每。索罗巴别有2个囝，米苏兰甲哈纳尼亚，阁有一个查某囝是罗比，另外阁有5个囝，哈索巴、俄赫、比利加、哈萨底、乌沙希瑟。哈纳尼亚有2个囝，比拉提甲以赛亚。以赛亚生利法亚，利法亚生阿里兰，阿里兰生俄巴底亚，俄巴底亚生西加尼，西加尼生西玛亚，西玛亚有5个囝，哈突、伊甲、巴利亚、尼利亚、沙法、尼利亚有3个囝，伊利用乃、以西加、阿苏利甘、伊利约乃有7个囝，何代亚、伊利阿瑟、比代亚、阿国、约哈兰、提莱亚甲阿那尼。第4章，犹大的囝是法勒斯、伊斯伦、加米、何尼甲索巴。索巴的囝利安亚生雅合，雅合生阿胡麦甲拉合，因是索拉人的祖孙。何尼是加勒甲伊法他的大囝，伊的后代是伯利恒城的开拓者。何尼的后代有伊坦、比罗伊勒甲伊夏尼。伊坦有3个囝，亚苏勒、伊西玛甲伊德巴，阁有一个查某囝叫做哈西勒普尼。比努伊勒是基督城的开拓者，伊夏尼是火山城的开拓者，提格阿城的开拓者是阿苏霍，有2个某，希拉甲那拉。那拉甲伊生4个囝，阿胡萨、希弗、提米尼甲哈哈苏塔利。希拉甲伊生3个囝，谢勒、索合甲伊提南。古斯生阿洛、索比巴，伊嘛是哈伦的囝，阿哈赫遮个宗族的祖孙。雅比斯比伊的兄弟较受人敬重，伊的老母甲伊号名雅比斯，意思是我生伊真艰苦。雅比斯求以色列的上帝讲：求你大大赐予我，
扩展我的境界，愿你常常甲我同在，保佑我无拄着患难，无受痛苦。上帝就照伊所求的赐予伊。属合的兄弟基律生米赫，米赫生伊斯顿，伊斯顿生伯拉巴、巴西亚以及那合城的开拓者提辛拿，这个拢是利家人。基纳斯有两个囝，俄多列甲谢莱亚。俄多列嘛有两个囝，哈塔甲米纳泰。米纳泰生俄弗拉，谢莱亚生哈拉辛。山谷的开拓者约押，因拢是师傅。亚弗尼的囝加勒有三个囝，伊罗、伊拉甲拿安。伊拉生基列斯。亚合利列有四个囝，西法、提利甲阿撒列。伊苏拉有四个囝，埃帖、米勒、以弗甲亚伦。米勒娶埃及王的查某囝比提亚做某，生查某囝米利安，后生沙摆甲伊实提莫城的开拓者下巴。米勒搁娶犹大人做某，生三个囝：亚勒、希伯、亚古提。亚勒是基督城的开拓者，希伯是索格城的开拓者，亚古提是撒那阿城的开拓者。何丁亚娶拿含的小妹，因的后代是住伫基拉城的加米族，甲住伫伊斯提摩城的马加族的祖孙。士文有四个囝：暗伦、林纳、便哈南甲提伦。伊时有两个囝：苏赫甲便苏赫。犹大的囝是拉的后代有利加城的开拓者尼、马里沙城的开拓者纳泰，以及住伫别阿西比城即摩右部遮的宗族，也有约敬、哥西巴人、约阿斯，阁有娶摩押的女子，倒来伯利恒的撒拉。这拢是古早的记载，这人拢是小非师傅，是尼他因甲基底拉的住民。因甲王住伫遐，为王做工。西面有五个囝：尼摩利、雅宾、雅利、夏拉、舍勒。舍勒生撒龙，撒龙生米比山，米比山生米西玛，米西玛的囝是哈摩利，孙是撒克，干仔孙是示每，示每有16个囝，6个查某囝。
伊诶兄弟诶囝儿无真侪，西缅支族诶子孙无亲像犹大支族遐侪。西缅诶后代住伫贝西巴、摩拉代、哈萨、苏阿、贝拉、伊辛、德拉、比托利、荷尼玛、塞格拉、贝马加贝、哈萨、苏萨、贝比利、甲沙拉因。这个城一直到大笔作王诶时，拢属西缅支族。因也有伊坦、阿因、林文、多根、甲阿山五个城，甲附近诶庄社，直到巴勒城，这个是因住诶所在。因拢有记载伫家谱，下面所记载这个名拢是因宗族诶族长米索巴、亚比列、阿玛夏诶囝约沙、约尼、约什比诶囝亚胡、约什比是谢乃亚诶囝，是阿西诶孙，以利约、雅各巴、约索海、阿珊亚、阿迪亚、阿塞贝、比拿亚、是非诶囝西撒，是非是阿良诶囝，阿良是亚大亚诶囝，亚大亚是新利诶囝，新利是西玛亚诶囝。因遮个宗族诶人野加添真侪，就去基岛诶入口，到山谷诶东边找饲羊诶草埔，因找到肥佮水诶草埔看，清净佮安全，因为早前有汉族诶人住伫遐。顶面所记载，遐个人伫犹大王希西家诶时来攻击汉族诶布片，甲遐所有诶米欧尼人，将因彻底消灭，就住伫即个地方到今仔日，因为遐有草埔通饲因诶羊群。西缅支族有500人去到以东，因诶首领是以斯诶囝比拉提、尼利亚、利法亚甲欧夏。因开始逃走，袂离准了老诶阿玛列人，就徛起伫遐到今仔日。今仔读圣经节伫个代志上悬第1章到第4章。